咱来关心中华参尾回龙，因今仔日是趁风雨也未介大的时阵，赶紧采收菊花花，希望讲赶紧采收减少损失。风雨一阵一阵，中华参尾农民让雨芳赶紧落田采收菊花花。若无风雨一来，花和风吹甲离尾，规枝花就拍算去咯。今天台风天，怕那个雨大，赶快来采收。雨水太多的话，它会烂，那个花朵也会水伤啦。花的部分是会当采收会收啦，啊，哪讲强收也没有用，因为那个颜色啦，啊，开度不好也是市场没办法接受啊。花农表示，热人原本就是菊花花小花，前一阵仔天气热，卡袂着到37、8度，温度悬，病虫害济，花就歹种。即阵佮拄着风台，会当收的花就赶紧收。另外，农民嘛上细顺势固定菊花花网仔，加强防雨措施。加减的可能有损害啦，啊，只是讲即马佫看袂出来。啊，你若讲如果连续雨瞬间的迄个暴雨来讲，我就唔敢讲啊，因为你若瞬间拢下上100公里，啊，佫落雨的话，安尼风险就足大个。花农表示，即阵仔苗栗因为有节庆活动，市场有需求，菊花花价销也算好，一把大约100块。即阵凯比风台影响台湾，农民把握时间采收，就惊风台雨一扫落去，损失无法度按算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